主，上帝管理天地，甲海，咱先请主主大一个。歌咧内底，咱头前拢有歌谱，你若看过的，手边会说的歌，比如说西瓜，咱西瓜买卖自主权，咱西瓜买下来第一瓜手边管理。这平安，咱开始，今仔敬拜，请咱安静心。已经有大这时候，咱就坚守主所宣言的信仰，所以咱就好当为文底做为，通受灵力，也得到文底，做一时的帮助。
首，咱来吟诗，献诗40首，上帝管理天地教合，请咱努力吟开始。来啊，咱就然后花树花。咱就告别面前，感谢伊。因为也花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在伊的手中。有海属于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
愿至尊永远的上帝，你为阮避万道路，阮应拣选诚做上帝的囝儿。伫阮生命成长的过程，有真侪较大需要实践搁实践。上帝要除去阮路中较大主也厌阮，要甲阮的心神，阮痛苦的心，谦卑的人，三角客体，毋领伫阮的生活中，我充满感谢。当阮伫咱山回离正道的时，主你提起阮，引带阮，互阮伫主造就伊的中间，伤心的人一直安慰，对阮的喙中讲出好好的话，互软者一个意义。阮透过信心甲基督的救恩来相连接。咱的社会的生态真快速的演变，一寡懵懂无知的少年人要推动先知，含乐伫歹人手中下井，做犯罪下手。阮人生的遗憾，就世间人看做无达到目标，自我定罪，对圣神来提醒。阮的日子安怎，力量安怎？上帝将伊的独生囝耶稣赐予阮，救赎阮，互阮机会倒转，向着伊永远的活命。信伊的不离联络，对伫主，阮信心一直稳定甲保护。不管是远还是近，注定爱主拢交伊伫。对主监察用信仰的生活，真是符合着主的旨意。学师中，阮也拄着压力作，愿主有替阮帮忙，随福也为主所欢喜的应用。阮感谢，将一切献上帝的面前。只是阮用主的基督的来祈祷。万年月，万年相信，烈火明白，烈气强，烈气平，万心来万，下面万国，一万下面国万，一万一起，一万海，一万灵各种心受，大概不行，阿门。今仔的圣经节伫旧约以赛亚书64章12节，64章12节，咱做伙来听。耶和华有遮的事，你要恁袂调，你要静静，互阮亲像好人。那时间。
时代的学老，今仔牧师要甲咱讲道的题目是安怎面对苦难。今仔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每一个月的一摆咱的这个生活信仰生活的主题所以咱今仔日咱要看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像是你我，咱拢一直无得较是即世人拢无法度透的一个问题，苦难的这个代志，如何面对苦难？咱基督徒要安怎样面对苦难？我相信做做项姊妹，咱拢有即款的经历过这个苦难的事。咱这个有需要做无共款角度的分享，帮助咱会当透过伫即个苦难即个议题，咱要安怎样面对？咱要安怎样来解脱？这实在是真好的一件事，愿主赐福帮助咱面咱。要开始进前，请咱三工下来祈祷。感恩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我知影人的一生中间会有做的患难、苦事，总是主你怜悯阮、保守阮、眷顾阮。虽然阮知影这个苦事，无得较会经互阮伫咧一世人的中间无法度放过去，甚至是一直到阮过往了后，犹原即个苦难也阁存在。主啊，主啊！阮伫遮向你来哀求，主啊，主啊，你伫倒位？求主怜悯阮，也保守阮，会当透过阮今仔日透过即段经节内面帮助阮，互阮知影，伫当当时以赛亚伊的苦，以色列百姓的苦，一直到天主时阮的苦，我嘛看到耶稣基督，伊的救赎带来盼望。帮助阮也有盼望伫阮的生活内。迄个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的分享，互讲的、听的，平平得到利益。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讲到苦难，如何面对？如何面对苦难？一个人坐伫遮，医疗，头咧咧，不吐咧。或者较是一支手，或者较是两支手，咱拄着苦难的时阵，时常就是即款的动作啦后咧咧，毋知要安怎，虽讲有光，虽讲有光，安尼笑着，但是咱看到的是做的黑暗。今仔兄弟姊妹，这个世界。逐所在拢充满着迄个痛苦、患难，是毋是？逐所在，我相信牧师，本来我是想要看足济迄个灾难的电影、影片啦，灾难的影片我相信咱伫 YouTube 顶悬一定看真侪，也是车祸啦，也是有真侪咱伫网络顶悬就会当看，所以我今仔日就无去看遮个物件，甚至是咱经历过的遮个侪代志。所以咱看咱不在乎咱看一个，先天的身体残障，心灵的忧伤、孤单、麻痹，人际关系失败，你我有咧较拢捌拄过家庭婚姻的破裂，互人误解，受人排斥压制、剥削，焦虑惊吓懊悔，哇，真侪年老的身躯无人看顾。丧乡夭无失去生活的保障，战乱、天灾、车祸事故，贫困病痛瘟疫，原罪亲人离开，生存的环境恶劣，是毋是？这苦难，我咧讲，就是遮个咱伫世间内面看到。所以这拢无论是即个过程，咱拢看到带来真侪，互咱伫世间的痛苦。哇，安尼讲到遮，牧师，咱今仔日是毋是真辛苦咧听牧师讲遮个艰苦的代志？
咱的愿望伫倒位？今仔日其实一句话真简单，咱就会当结束今仔日的礼拜。真多的遮个信仰实践，还是信仰的生活内面，即使咱真正若无甲主来做真好的决定，咱就是伫咧迄个苦难的中间，伫遐懊悔，伫遐懊恼，伫遐苦叹，伫遐吐气，伫遐毋知要安怎。这是真现实的代志，是毋是？咱拢是盼望讲，咱的一生会当一帆风顺，对毋对？每一位兄弟姊妹，我相信我常常看到兄弟姊妹伫咧咱的脸书顶悬，顺利的时阵真欢喜真快乐，但是若有小可顾因的时阵，即个苦难的事来时，当然咱会提出代祷，咱会当伫即个听的团体内面，咱三角伫遮互相斗听，互相斗支持，甲关心代祷。但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就好啊？亲爱的兄弟姊妹，所以第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为什么会有苦难？我相信这嘛是你我咱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苦难啊？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的根源伫倒？源头伫倒位？安怎样发生的？咱若看圣经顶悬创世记讲着，对不对？起初上帝创造一切万物拢是啥？好的呢。既然好的，我哪会歹代志会临到我的身上？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伫信仰内面，咱看到当即个始祖亚当夏娃坠落了后，罪恶甲死亡就进入人世间，对不对？亚当夏娃坠落了后，罪就入来，所以罪当然咱知影罪恶就是苦难的根源。但是我也无犯罪啊，我伫信仰顶悬，其实嘛无啊，是毋是？咱拢有即款的想法，所以伫即个过程，咱就知影讲人世间一切苦难拢是直接，也是讲间接，甲罪有关系。因为犯罪人的生活，本来是伫咧上帝真丰富的供应中间的享受，但是因为地受咒诅，变成出来真无好。所以伫创世记第3章。17、18、19节内面有一个真特别的记载，伊对咧，因为你亚当的缘故受着咒诅，你一世人咧劳苦，才会当对地食得着食物，地要互你生出真济的气体出来，你嘛要食残忍的菜色，你要流汗，才会当得着食饱，直到你归土，因为你是对土来出，你本身是土。永远爱归伫尘土归个。创世记第3章17、18、19节，我无拍记，互咱遮知影讲有即个故事，有即个记载，帮助咱爱流汗，爱工作，才会当安怎得到迄个饱，最后归土。哎呀，亲爱的姊妹，这是每一个人人生的写照，最后的结局。伫圣经内面其实有记载真多有关苦难的事，是毋是？我相信咱拢捌看过，罪恶比较苦难的事，苦难的事拢有圣经有侪安尼的记载，对伫创世记一直到即个启示录内面，其实有侪安尼的记载，其实真多，所以牧师就无要一直列出来，互咱知影。但是我相信。伫咱咧查经也好，咱咧灵修的时阵，咱就会当看到真多的遮个故事。所以其实真简单，即个上帝将苦难圣经的记载内面，圣经的记载内面，将即个苦难的观念、苦难观来表示出来的迄个过程，其实是安怎？是一个咱讲期待，搁落去。起来，大概是即款咱讲线性，用数学来讲，线性起来，搁落去，搁起来安尼，人的一生大概就是安尼。所以开始咱就看到圣经内面的记载，创世记世界的美好的世界，创造美好的世界。但是人犯罪了后变成苦难的世界，落来。最后咧，最后咱有迄个愿望，要搁迄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大概是安尼，所以讲真简单，咱会安尼来讲、来想、来看。
所以起初来迄阵啊，无有罪的时代是安怎，无有痛苦的时代，世界是安怎，是一个真美好的世界。圣经内面真清楚安尼来记载，所以咱会当想象，哇，迄个美好的世界，我真盼望、真期待，要去到迄个美好的世界，要转去到迄个美好的世界。伫创世记第1章，即个31节，内面嘛有讲着上帝看到一切创造拢是啥，拢是好的。但是了后，迄个罪恶进入了后，罪恶入来了后，迄个死亡、迄个苦难，就伫咧咱的生活内面。罗马人书第5章12节有安尼记载，就是安尼做对一个人入到世界，死阁是对罪来，所以死就临到正人，因为正人拢犯罪，你我咱拢共款，是毋是？罗马人书第5章12节。有安尼特别的记载，所以活世了后恢复迄个无罪甲无痛苦、真水佮美好的世界。伫咧倒位记载伫启示录的顶悬，所以伫启示录顶悬有真清楚的记载，因为即所有的目屎无有，即个死亡无有，悲伤哀哭痛痛，为安怎以前的代志拢过去啊？这是一个噩梦，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大概，互咱去了解为虾米会有苦难。好，即摆一个问题来啊，再看清楚，再来看。我来探讨。即个问题就是安尼：如果上帝是全面个主爱，安尼上帝必然有能力即个制止甲阻挡，阻挡啥物罪恶甲苦难？上帝为虾米？让阮罪恶甲苦难存在，会较想了吼？你捌想过无？亲爱的姊妹，你捌想过即个问题无？根据统计，根据统计，即书咱会当将阮每一个人甲上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根据统计落来，77%以上77%或者的。兄弟姊妹拢会选择即个问题，就是这为虾米有苦难，就是即个问题。而且伫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中段内面有写着，当然，即个答案是遮啦。咱先看，苦难是生命内面的一部分，而且苦难有伊家己的价值。这是咱一般伫信仰的生活内面真侪分享到的一个应答的问题。苦难是生命内面的一部分，而且苦难有伊家己的价值，总是咱犹原放袂记哩即件事。啥物事？耶稣有讲着，恁伫世间有啥物？有苦难。哇，安尼惨啊！是毋是？亲爱兄弟姊妹，安尼要安怎？即个苦难，咱无法度来脱离。迄苦难毋是，若是干那肉体碰着心灵内面，有做而且会烦恼，嘛是一款的苦难。有做咱的事业各方面，其实有真侪，所以咱知影讲，苦难是生命内面的一部分。因为咱无法度，咱是上帝所创造，咱的肉体软正软弱，迄个苦难一定会临到你我的生活内面，而且苦难有家己的价值，这比较正向一点。我毋知咱是毋是会当去体会迄个价值。所以有一个人来讲好啊，身躯会白疼，咱拢捌经历着，对毋对？特别是遮咱的兄弟姊妹中间，即摆嘛，抑阁有咧身躯白疼的兄弟姊妹，来做礼拜现在场的就有，比如讲咱需要化疗，虽讲即摆医学愈来愈进步，但是感情对咱来讲，即个我相信是真大的一个苦难。感情对咱来讲是一个大的苦难。身躯的病痛通常就是，互人认为讲，这就是一个苦难的形式，对不对？但是迄个生理上、生理上的痛，其实是一款保护，是一款保护。譬如讲，一个人若无有痛的感觉，圣经有记载，无有痛的感觉是啥物款的人？太多病人，咱知麻风病人太多病人。
太多病人伫个即个迄个杆菌吼，麻风病的迄个杆菌侵犯病人的末梢神经，滴到迄手啦、骹啦，逐所在伊会感觉拢爽死去，所以伊捂迄火嘛活紧，因为袂疼，但是最后是感染，感染挑起来，所以袂疼，所以人若无感觉着疼，感觉拢无，迄是真大的灾难。所以其实即个痛苦的过程，互咱帮助咱，帮助咱迄个感觉的机制就走出来。譬如讲，咱的感冒也好，咱若肺炎感冒，还是讲咱扫出来有无？扫，其实总难受，足艰苦的，但是安怎？扫是一款保护的机制咱知知。扫是安怎？是会当保护，会当听变啥物？比如讲咱啉水，砸着扫出来有无？扫就是保护咱，因为咱知影迄个疼，咱知影迄个不舒服，所以扫互咱帮助咱咳出来，较袂互歹物进入迄个肺部内面。所以这是一个真对比的心态，咱当去体会去了解。所以无一种程度，无一种形式顶悬，其实苦难是一种稳定，是生命的一部分，有伊家己的价值。这互咱小可去了解讲为什么苦难会存在？圣经内面的记载，因为人的犯罪，比较咱过来，虽讲咱无感觉上，讲咱拢真敬虔，咱是礼拜也是逐方面，咱拢感觉讲还 OK 可以，但是救援其实救援迄个罪是存在，所以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咱会当透过耶稣的受苦，咱就知影，耶稣的心、心灵三方面来帮助咱。伊出世伫个马槽内面，伫个卑微的家庭内面成长，伫个迄个过程中间，伊一定安怎？伊一定是感受着做会困苦，伊厝内面的过来安怎？伊死过伫遐咧传福音，甚至是无枕头倒的所在，受即个鞭挞，最后顶是下流血。歹做伫个坟墓内，身躯是安尼，心灵是安怎？耶稣伫当中是互拒绝，甚至互讨厌，藐视。时常咱因为咱的心灵忧伤，伫祈祷的时阵，甚至耶稣伫迄个过程也是共款，伫祈祷的时阵大声哀叫，互家己会生出个伫遐否认、拒绝。蕊骂，受人蕊骂，推出来就因顶悬，迄个心会痛苦、艰苦，所以最后伊甲上帝伫遐咧压求，然后若说会当将迄个杯，所以圣经咧描写耶稣的人性实在是，会当贴近我们，所以耶稣的心灵咧，因为背负做世间人的罪，所以互爸无看伊。所以讲错为什么无看我？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为咱正人的罪，迄个极其的痛苦。我相信这是咱人无法度去体会。所以耶稣毋但是家己食真世间的痛苦，搁较济伊是甲咱真近亲近，伊知影咱迄个痛苦的过程，最后是担当咱世间人的痛苦。所以伫即个咱的即个过活节受难周过活节拄啊过，咱即包还袂包落来真好。这样下来带着这个荆棘冠冕受尽羞辱，就是为着叫他荣耀的冠冕，因着受死的经历，成为完全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带来痛苦的过程带来这是咱的主。甲咱遮尔近，伊嘛知影迄个痛苦，嘛知影迄个苦难。所以有主来临去帮助。咱当然会搁继续想，为什么？但是真重要，咱爱搁较了解到底苦难带互咱的意义，咱要安怎样来
互上帝来得到上帝的扶持甲带领。咱家己本身嘛爱，咱家己本身嘛爱安怎？爱调整嘛。头一个就是性命的调整，意思就是咱来整理咱家己，对伫咱性命整个性命内面，你的一生中间迄个性命，即使你若对细汉做哩做上，一直到咱成年伫遐来洗礼，伫即个教会生活的过程，咱的性命若一直无调整、无改变、无修正，这拢安怎？这世人无有啊！真正咱伫咱的信仰团体内面，所以咱会当通知影，既然苦难是性命的一部分，当然一定有伊的意义伫咧即个咱的信仰内面。所以咱基督徒的信仰就安尼就特别就爱安尼来行达来思考。所以头一点就讲兄弟姊妹来分享对意义来讲，咱的信仰一定爱做做的调整。迄个调整就是啥？咱爱有一个知影，迄个知影就是，所以讲我是真理的葡萄树，原来上帝我无结果子的，伊要安怎？要整治，要整理，互伊较清气，互即个枝会当生更较侪的果子。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2节，咱就会当想象你我咱拢是遗体，所以咱爱透过团契小组的聚会，日常的生活的关心，互相带导，互相关心，伫迄个小组、迄个团契内面，我想讲这是真重要。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讲咱的兄弟姊妹一直爱来参加小组，还是参加一个团契？一个人一个小组，一个人一个团契，安尼就好，就会使。为什么？就是伫咧肢体内面，咱互相会当安怎？互相会当做调整的工课。咱伫生活内面信仰的分享，激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今仔日有一位姊妹有说咧分享讲，我说我想要来参加团契，真好。我谢主，伊感觉着讲，伊家己一个人安尼来做礼拜，佫无够遐，伊想要参加团契。我听着真欢喜，感谢主。伫迄个过程，我相信伊有迄领受体会，伊需要做修正，伊需要做调整。所以今仔兄弟姊妹来帮助咱性命的调整。其实有拄时咱的性命内面常常有一寡无互主欢喜的物件。譬如讲自我中心，譬如讲想过贪爱钱财即个世界真多，也是讲平淡，咱讲怠惰懒慢，即个怠慢，真紧会当会发脾气，会生气，也是讲论断别人，欠亏疼心，人性会迟钝，等好，拢互咱受到真多的即个批判，所以主要所讲的透过这牧师讲的迄个圣经在内面，修正了清气，整理了清气，咱伫信仰的团体内面，就是爱安尼来整理了清气。咱知影雅各的一生伊真充满着真多的艰难患难。所以上帝经过差不多20年的时间，伫遐来整理、来修正，互伊变做对一个家己是自私的人，常常家己是要用力的，即个自私的人变成做会当安怎祝福别人，真做祝福别人的人。所以这是真值得咱会当第一个值得咱注意伊个是生命的试炼，真是款的试炼。来有一段经节，咱会当来看。你知影咱所行的路，伊试炼我了后，我要敢若像真啦约伯记23章第10节，一款的试炼，确实无简单。一款的试炼确实无简单。咱伫圣经内面有侪迄个试，特别是约伯内面，咱看到约伯记即个约伯。伊无缘无故受害，财产个人，即个囝儿是一瞬间消失，这伤害嘛，对不对？咱伫圣经内面讲安尼，有时啊，咱看约伯记会有即款的感受，安尼。所以约伯伊家己当然受尽即个折磨嘛判病，但是从头到尾，约伯伊有坚定的信心，
伊到最后讲一句话吼，以前安怎，我敢若听过你，即摆我亲眼安怎看着你。我想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信仰这个试炼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姊妹，信仰信仰的试炼，我相信咱牧师咧讲第一点、第二点，互咱去体会，你是毋是即摆咧经历？过来，安贵受患难的。我有即个经验，所以我就会当去按。我捌着过共的即个经验，毋是我啦，真有一个咧。我讲我捌着过迄个共的经验，所以我知影迄个要安怎用调用，要安怎用安怎经历，我知影迄个心情是安怎。我会当安怎？会当安慰受患难的人。做一个牧师，甲兄弟姊妹中间。当然，伫学校内面教的，甲实际咧实践的，当然有真大的落差。但是迄个落差，当然迄个基础学咱是有，咱知影。比如讲要安怎用花团，咱遐兄弟姊妹。所以，每一个家庭有发生重大的事故的时阵，伊互牧师知影了解分享，有诶愿意公开，有诶愿意无要公开。公开甲无公开，我相信牧师拢会知影。因为当会来到牧师的即个内面的时阵，每一遍甲咱的兄弟姊妹做阵的时阵，虽讲我无有迄个经验过，但是我会当去同理迄个经验的过程。虽然袂当100%，但是安怎，我知影，迄个时阵上帝甲伊相甲伫地，迄个时阵上帝甲即个家庭相甲伫地。上帝甲咱所有的兄弟姊妹相甲伫地，迄个痛苦，迄个受难，迄个苦难的过程。有拄时啊，伫咧家己厝内面祈祷，甲牧师们做伙咧祈祷，咧为着遮个兄弟姊妹，咱兄弟姊妹咧祈祷咧纪念的时阵，若想到迄个过程，就安那，当然就目屎流，目屎滴，当然有做毋甘，因为安怎？感谢上帝，互咱看到咱的教会是一个上帝所听的教会。因为安怎，我毋捌听过有人讲过，迄一定是安怎，甲做成安怎。感谢主，所以咱的教会的即个信仰，我相信这是一款的提升。因为安怎，咱已经体会到安慰受迄个患难的人。我知影讲，有缘有做即个兄弟姊妹，我家己来承受就好。阮的家庭，阮来承担就好。毋嘛是干那阮来承担，其实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做阵经历迄个死定的宣布，安慰受患难的人。罗马人书12章15节，甲哀哭的人爱安怎同做，甲哀哭的人爱同做。当然，基督教咱遮都无讲过，但是。特别重要的是，甲爱哭的人来做伙，所以咱嘛有缘透过约伯记，就知影约伯迄个三个朋友嘛是共款，本来要来甲安怎安慰，但是安怎因到最后毋是安慰。这是咱靠着圣经内面的记载。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搁一遍互咱提醒，安慰受患难的人。最后咱再来看，有信心永梦想，有信心永梦想。咱知影使徒保罗伊讲，伊捌甲3摆求叫即个主但是主无将伊身躯迄个刺安怎刷开。敢若对伊讲上帝直接对即个使徒保罗讲啥？我的恩典够也已用。因为伫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顶悬得到完全。哥林多后书12章19节，第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2节，讲到我的帮赞对叨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主来帮赞咱。信心的功课，这是咱时常在提醒、在听。
我毋知咱是毋是信心的功课有继续咧学习。有真侪即个见证甲个，我就无要讲，因为咱会当伫日常生活透过团体小组、兄弟姊妹的见证分享，咱就会当看到、听到、知影来了解。所以咱的方向是对倒位啦？创造天地也花来4篇122篇的119到20有安尼记载。最后要跟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咱要安怎样来面对？要安怎样来面对？这是真实际。所以咱伫信仰的内面继续咱来学习。这段圣经节是我上喜欢的一段圣经节，也是一个基督徒咱应该讲信仰的个别。信仰的个别，哈巴谷书第3章17、18、19节。我来读互咱兄弟姊妹来看。其实咱来较看，就会当好好了解虽讲有外果树无发动，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效力，田里嘛无出粮食，羊条内面的羊无内面嘛无牛，但是我要凭但是我要因为了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的喜乐。主要我是我的气力，伊互我的脚紧，敢若无落一地，互我稳行伫高处、悬的所在。哈巴谷书第3章17、18、19节。兄弟姊妹，这段圣经节来帮助咱，会当互咱记起来。你着小可记起来。面对苦难，这是一个先知哈巴谷先知伊安怎？伊伫面对以色列百姓。因的民族，伫迄个过程中间，伊安怎样遭受着患难、困苦？伊做拢种物件拢无去我全拢无去但是伊做一个真水的信仰个别。我相信，我嘛真渴望，这是咱的信仰个别。特别咱看到咱若对巨观来看，巨观真大的方向来看，咱甲对岸的关系。我有亲情，牧师有亲情，我去甲看，伊看病，拢会直直带。伊若听到讲中国的代志，比如讲要讲台湾伊听到尔，伊就开始带，所以伊毋敢看电视即摆毋敢看电视当然有的人讲袂啦，放心啦，当然这是真好啦这个水的信仰。但是咱看到像一款，咱听到有的人会真直直带，毋知要安怎？真毋通讲，咱会当活出后段即句19节即个所在。我因为后看因救我的上帝喜乐，这其实是无简单。你伫苦难的中间，救援会当做即款信仰的个别，因为你知影，咱知影，我是我的气力，互我勇壮，打出每一骹步。是讲安怎？是讲有病痛伫咱的心中。所以早起有人甲我分享，讲stud这个世间就是咱爱活好上帝，我将一切拢交透互上帝。我听了真受安慰，伊讲我将一切拢交上帝。阮遮的囝儿是随顺，所有我拢交透互上帝。我心嘛变变，所以。我就想到即段的经在内面，所有拢无去就敢若亲像约伯共款，伊嘛所有的约伯咧时间愈较紧一夕之间，一暝安尼都拢全无去，咱有拄时是慢慢进入迄个苦难的过程状态。感谢主，咱家长佫有咱的主耶稣。有一个牧师，伊正在画图，所以即个牧师有画一个图，帮助咱，互咱看即个牧师 Andrew 即个牧师，以及蔡牧师勇敢的一个牧师，伊真好画图，伊我相信兄弟姊妹咱就侪捌看过伊画的图，伊拄面对世间苦难的5个态度，帮助咱兄弟姊妹，互咱会当学习即5个态度，好一个态度。
爱看重家己内在的素质，哦，这是真重要。内在素质要安怎去看重，就是透过小组团结，家己本身的灵修的生活来培养，哦，这是真重要。哦，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到17节，伊正确的态度面对信心顶的真熬练吼，变搁较宝贵。头一个，头一个，第二个，咱来看，爱上帝来摕到开咱能力啦吼，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我毋免加讲，咱就知影，耶稣会当体会咱一切的软弱。愿意咱是允许，伊要来说第4章14节到16节，主来困苦，叫做随时的帮助。伊就同我讲过，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毋是讲拄着讲要安怎，咱常常拢会讲要安怎，毋知要安怎，主啊救我，这是咱讲耶稣祷告。真底的一段的祈祷呢，主啊救我，这是一个祈祷，主啊救我。好，第三个，爱珍惜但唔通不要紧握不放。安尼我毋知咱了解迄个意思。爱珍惜但是唔通安怎紧握不放，因为安怎，迄个主权伫上帝的手。当上帝赏赐的时阵，学习珍惜；当伊摕去的时阵，爱懂得放手，心爱安怎放轻松，懂得放手。这是我对一个姊妹的心情来学习。要背伫第1章21节。第4个爱积极地付出甲服侍。尽家己的快乐，用上帝所赏赐的恩赐，去互人感受上帝的疼。这是其实是拄则咱所讲到的第4段迄个所在，有讲到，咱爱安怎爱去有怜悯的心，甲伊同行，诚水的一幅图，一个摆骹，一个手长去，因互相在扶持。因为咱无一个人是完全，咱爱互相扶持。最后一个，定睛伫属天的愿望，这是最后咱看到上帝创造是美好的，但是迄个苦难因为罪的原因进入到这个世界，咱伫苦难的世界内面，最后咱爱有这个愿望，也就是搁一个转来到迄个一切创造拢是美好的世界。爱定睛属天的愿望。咱伫个世间是寄附的顾客，原理的世界有将来。启示录21章第3节到第4节。所以你我的一生，也就是整个圣经的记载描写的一生，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最后，我用一个故事，甲咱兄弟姊妹做结论结束。有一个无神论者博士，伊捌讲过一句话，讲当你坐伫一个患有绝症的囡仔的临床边的时阵，你要安怎样会当相信一个全能主爱的上帝？一个传道书，安尼甲应答回答，伊问疑问句嘛，迄个传道书就甲应答，安尼你会当为这个囡仔做啥物？安尼你会当为这个囡仔做啥物？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这是一款的愿望。当咱面对着迄个苦难、患难的时阵，牧师真期待，牧师嘛学习，咱做阵来学习。咱爱有这款的愿望。后来，咱做阵来看这个结论，上帝要擦去因一切的目屎。无搁有死亡，也无搁有悲哀、哀哭、叹气，因为以前的代志拢安怎？启示录21章第4节。望咱头一张看的迄个影片，一个人伫遐插着头安尼，真无有愿望的
会当变成做一把刀，咱会当伫遐举手来看到迄个灯，还出祝福帮助咱，咱继续向前拍拼来努力，咱三个阿头来面对。让我们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我会当透过今仔日这段圣经，在真无奈的土地，真无奈向上帝你来发出迄个埋怨。我知影这段圣经在咧讲的也就是人看到无过来的不满。有拄时啊，阮就亲像今仔日我看到这段圣经在共款。阮会讲了我有即个事，你要分论，甲就是啊。你有缘清净吗？你有缘伫遐清净，看到阮咧受苦吗？有拄时啊，当阮咧做即款的后叫的时阵，感谢上帝，伊差派侪侪的天使来帮助阮，互阮无孤单，一个静静伫遐来受苦。阮反倒转会当有做伊差派来的天使帮助阮、安慰阮、扶持阮。主啊，阮感谢你，因为阮嘛会当成做你所差派迄个天使，彼此鼓励、互相安慰。主啊，阮知影当阮有缘会伫苦难的过程中间，质问上帝为虾米？总是感谢你，要上帝你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继续遵着即个为虾米的过程，帮助阮来思考，要安怎用定睛来仰望你，来看到你的应许。主啊，阮嘛搁一遍来恳求你医治阮，来帮助阮，因为阮知影，无论阮的事业，无论阮的身躯的状态，无论阮的家庭，无论阮的生活，各方面阮真正拢爱需要跳脱出即个苦难。总是阮有缘望咧一世人无法度，甚至阮拄着迄个性命危险的时阵，主啊主啊，你伫倒位？感谢你的上帝，你有缘靠着阮来经过迄个死荫的线。主虽然阮今仔日的分享无咧读，阮有缘有做的理论，主啊，阮有缘伫遮向你来求讨，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会当真正看到迄个将来的盼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坚固阮的信心，也帮助阮继续伫阮即个受苦的团体内面，互阮会当来经历主是你甲阮做阵，而且是你靠着阮你受鞭拍，互阮会当得到保护甲保障。主，阮搁一遍愿意提升阮家己个人本身信仰灵命的实践，也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搁较坚定的信心来活过你。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只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请来为信息两首主要花习惯讲，信息主要花习惯讲，请咱注意平常心。Thank you.
侪，他这是咱来奉献，那来到。我来报告今仔日就无所报的事项。伫本周东港社村，请咱来看看。伫下礼拜开始，下礼拜东港书会是张家宏、苏婷、徐玲、肖佳、苏婷、丁玉丽、李玉云、李玉媛、李金梅、宴会是张家慧。会前的领唱恩情姊妹。献诗新华队，音痛是编辑之门。11:15台语的新闻主理课，今仔日是后礼拜是将会跟黄宗耀主持应当主题人数加控，请咱来看。伫本会消息，新华队。邀请欢喜唱歌、爱唱歌的兄弟，做伙来练歌，来参与献诗的服侍。假使有意愿来向咱的圣歌队队长国义兄弟来报名。葡萄树小组连续6礼拜，有一个幸福小组要开始。伫4月30、5月7号、5月21、5月21、6月4号、6月11，邀请朋友、新的朋友来参加。台北中会妇女事工部今日5月7日礼拜六，下早9点半伫大电亭教会举行庆祝母亲节感恩礼拜，请咱向林林新闻来报名。台北中会妇女事工部定伫5月25日要举办爱心会，地点是伫芙蓉岁月饭店，讲员是邀请食食的牧师，请咱规定即事来报名。咱教会拢有，逐个月拢有大道的会事，
甲叔兄姐，咱即马吼有家庭个人的需要，咱有纸本到电子档，或是邮寄，甲叔有个人的需要，用这3种的方式，选一种，咱来到写公报来填写。家长成长班已经3月7号拜日，会在9点半到10点已经开始，为期10个礼拜。欢迎咱的家长做伙来成长，请用文章传道来报名，才有伊的电话，请咱来家己请兄姐来填写咱的垃圾桶已经关闭，咱小姐对面咱若开始做好分类，关怀在座的事项，请咱有厝内调用的兄姐，还是带伊的两个经文，咱来做咱的祈祷，咱的关心，做伊的安慰。方面报告，假使有订单，才来向出来会议来订正。我说今仔日在报告，好，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伊在《马可书》1章20到40，请咱做伙来读。就是咱来上迎507首，上迎选，请老师接到。信心来到努力，咱们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哦，你嘛转来了，系啊。进前恁是刚转来，了，哦，你嘛佚佗到足好啊，哦，足赞啊，安尼叫，请阮。今仔无人陪你，有啦，演参加献歌队甲阮孙。哦，好，有哦。因囝甲孙拢去参加生活，因囝伫啊，囝迄个啦，即摆穿青的迄个啦，有咧参加献歌队啦，甲因孙啦。李议员，敢若是咧个。我有，你有。不好意思，我打下下礼拜爱伫咧徛伫遐分伊落来。无坐座位较袂会去吵。哦，有哦，穿青衫迄个啦，是啊，后面外口一支咧，后面啊，后壁无伫啊伫啊伫啊。